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云林县举办机器人定式的设计营队，希望透过这种游戏实作的方式，让学童认捌机器人，而且来产生趣味，培养囡仔思考创造的能力。定式设计对一般人来讲，可能是真困难的学问。不过透过游戏方式教习，所以当让囡仔更较有兴趣。亲像这场头一摆来算定式设计学生，大家用平板电脑算个真欢喜。它可以用那个 iPad 可以控制它前后左右。为了囡仔对定式设计有兴趣，云林县教育处和许乐时啊，特别和云林县议员周秀国、和台湾 STEAM 教育机器人发展协会单位合作，在各学校举办20场的营队活动，希望透过趣味的机器人游戏，让囡仔从细汉就对定式设计有兴趣。那在教授的一个指导之下，我想所有的学习历程里面，他们都感觉到非常的新鲜。透过趣味游戏，期待未来会让继续举办类似课程，学生啊来进一步培养家己兴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